主后2025年3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拄互群体好诶影响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民数记32章第1节到42节。路边甲迦得两支族诶精生非常济，因看到亚舍甲基列两个地区适合饲因诶精生，就去见摩西、祭司以利亚撒甲会众诶首领，讲：上主互以色列人攻占诶阿他略、底本、亚舍、宁拉、希实本、以利阿利、示班、尼坡、甲比稳，是真适合饲精生诶所在。你诶仆人拄有真侪精生。因阁讲：我若得到你诶恩惠，请你将即个地区互你诶仆人做产业，互阮毋免过约旦河。摩西因迦得甲路边诶子孙讲：恁兼要放恁诶兄弟过去交战，家己留踮遮。恁是安怎要互以色列人灰心失志，毋敢过约旦河，入去上主赐互因诶地？伫加利斯巴尼亚诶时，我派恁老爸迄代诶人去探查迄个地，因嘛是安尼。因去到以实国山谷探查即个地了后，转来就互以色列人灰心失志，害因无要入去上主赐互因诶地。迄时，上主发大受气，立誓讲：所有对埃及出来20岁以上诶人，一定袂当看到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要赐互因诶地，因为因无一心一意跟对我。只有基尼岁宗族亚夫尼诶囝迦勒甲伦诶囝约书亚会当入去，因为因一心一意跟对我。上主对以色列人发受气，互因伫旷野流浪40年，听候到违背上主迄代拢死了。呾恁即阵侪人竟然要煞着恁老爸迄代，加添上主对以色列人诶受气。恁若越走，无要顺趁上主，伊就会甲以色列人放伫旷野，安尼恁会互即个民族拢灭亡。即两个支族诶人惊我摩西，对伊讲：阮伫遮是简单要为精生搭羊条，为阮诶某囝起城。阮会举军旗做以色列人诶先锋，带因去到分互因诶地。不过，阮诶某囝着住伫坚固诶城，才免受即所在诶人侵犯。伫所有诶以色列人拢得到因诶产业以前，阮袂倒来阮诶厝。搁阮甲因过约旦河，袂去分产业，因为阮诶产业就是伫约旦河东边。摩西就对因讲：你若要安尼做，要伫上主面前带军旗去交战。恁所有带军旗诶人，着伫上主面前过约旦河，直到上主将伊诶对敌赶出去，到伊征服迄个地，恁才通倒来。安尼，恁对上主、对以色列人诶责任就算完成。即个地伫上主面前，才互恁做产业。恁若无安尼做，就是得罪上主。恁着知，恁会因为恁诶罪受刑罚。呾恁通为着恁诶某囝起城，为着羊群搭羊条，毋过恁着照恁所讲诶去做。迦得甲路边两支族诶人对摩西讲：你诶仆人要照阮诶主诶命令去做。阮诶某囝
羊群、精星拢要留伫基列这个城。你的仆人所有为带军器去相杀的，拢要照阮的主所讲的话，伫上主的面前过河去交战。摩西就为着因吩咐祭司以利亚撒、伦的囝约书亚以及以色列大支族的族长，讲：迦得甲路边两支族所有带军器的，若甲恁做伙伫上主的面前过约旦河去交战，恁征服迄个地了后，就将基列地区互因做产业。毋过，因若无要带军器甲恁做伙过河，因干那会当伫甘地甲大家做伙分产业。迦得甲路边两支族的人应讲：上主安怎命令阮这仆人，阮就照安尼做。阮要带军器伫上主的面前过河，入去迦南地。毋过约旦河这边的地，就互阮做产业。摩西将阿摩利王西宏甲巴珊王噩的国，就是因的国土甲境内的城，分互迦得甲路边两个支族，以及约瑟的后代玛西半支族。迦得的后代中间，底本、阿他略、阿罗尼、阿他略、索款、亚舍、约比哈、别宁拉、别哈兰，这坚固的城，搁去扬条。路边的后代中间，希实本、以利阿利、基列亭、尼坡、巴利免，这两个城的名有改过，甲西边马，因甲这个中间的城号新的名。玛西的囝马结的后代去基列，占领迄个地区，将原来住伫遐的阿摩利人赶出去。摩西就将基列互玛西的后代马结宗族，因就伫遐徛起。玛西的后代埃尼去攻取基列地区的庄舍，甲遐个庄舍号做哈俄德埃尼。拿巴攻占基列甲附近的庄舍，用家己的名甲迄个所在号做拿巴，带互群体好影响。伫生活中，就算是个人的想法、情绪、行为，也影响到整个的群体。譬如讲，伫一间公司，假使头家是愿意信任员工的人，那呢员工伫咧做工课就会搁较安心，搁较勇敢来试创新的方法。伫家庭里，假使爸母冤家，就心情真歹，囡仔也会感受到爸母的负面情绪，直到心情大受影响。伫运动竞技场，老人伫比赛前就讲出对手真强，咱稳当会输，无志气的话，团队士气就必定会大受打击。可见，一个人的思想、言论、行动若积极正面，通互整个群体受到激励，带动众人做伙朝向目标努力。但是一个人的情绪和言行若消极，就会带互群体负面的气氛，削弱群体的力量。民数记32章记载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前，已经占领约旦河东岸原本属于摩押人的土地。约旦河东岸的这片土地是肥沃的高原，但毋是上主要带领以色列人前往的目的地，遐只是中途点定。就伫即种进入迦南地时，
以色列人拄到一个棘手的问题，就是路边甲迦得两支族向摩西提出请求，希望互因留点东岸就好。检采因看到东岸这片土地肥沃，适合牧放精生，就想要留落来。检采因伫旷野漂流已经真久，无想要搁再前进。这两个支族提出的诉求，想必带予整个以色列群体真大的冲击。直到摩西非常不满，因为因的要求，就亲像过去毋好的经验共款。当年摩西捌派12支族代表去甘地开探，其中除了约书亚与迦勒主张进攻以外，其他10个人拢回报无确实的消息，指出敌人是权大的大汉人，以色列人一定拍袂赢。这个话，互以色列人想要另立领袖，带因返去埃及，所以得罪上帝。这次摩西意识到两支族的决定会带来负面影响，所以甲因协议。因的战士爱斗阵，做伙渡河，进入迦南并肩作战。待战胜以后，才通倒转来东岸。若是因的家属甲精生通留点东岸，摩西意识到因可能重蹈覆辙，所以爱因谨记祖先所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搁及时引带人民转来到上主的旨意中。当咱心念无共的环境，也会扮演无共的角色。检采是父母、师长、主管，或者是儿女、学生、基层员工，但是无论安怎，咱拢爱意识到个人的言语、行为，甚至情绪，拢可能会带予咱所踮的群体一寡影响。当咱积极正向，就会带予群体正面的影响；当咱消极负面，就会带予群体负面的影响。愿上主帮助咱，谦卑军队伊的带领，认真扮演好每一个角色。愿上主赐咱气力，互咱伫群体中做光做盐，会当带来好影响，甲群体斗阵前进，做伙成长。默想，伫我所踮的群体中，我通带来甚物帮助呢？伫我所踮的群体中，我通带来甚物帮助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我会当伫无共的群体中学习、成长，搁扮演好家己的角色。求你赐予我智慧和气力，会当成做我所属群体的帮助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